新西蘭有個靚女議員喺國會用粵語嚟宣誓。多謝大家嘅支持同埋努力，我將依法忠實效忠於查爾斯三世國王陛下，他的繼承人和繼任者。呢個靚女叫做陸南，係廣州人嚟嘅，細個咧就移民去新西蘭啦。嗱，點解佢可以喺國會用粵語嚟宣誓呢？因為新西蘭20個人裏邊咧就有1個係華人，有5萬幾人都係講粵語㗎。呢一切都要從180年前第一個登陸新西蘭嘅中國人黃學庭講起。黃學庭係中山人，喺佢20歲仔嗰陣咧就搭船去到新西蘭揾食啦。一開頭係打工，好辛苦嘅，但係佢係世界仔嚟嘅。佢發現新西蘭樹林裏邊嗰啲黑木耳居然冇人食，真係嘥晒啊！跟住佢切晒落嚟啊，將佢搭船運翻嚟中國賣，揾到人生第1桶金。佢發達之後咧，帶挈好多鄉里一齊過去揾食。從此廣東人同埋粵語嘅足跡喺新西蘭遍地開花。嚟到今時今日，新西蘭每年有1個星期嘅時間都係中文週活動，推廣傳承中華文化、粵語文化。你話犀利唔犀利？